大家好，我们将要学习藏语文基础。那么在学习这门课程之前，我们来了解一下藏语文的它的历史背景，还有这个基本知识。那么藏语文的话，创始于公元7世纪，是由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大臣屈米散布扎在天竺学习梵文和古印度语言的基础上，以梵文50个根本字母为基础，根据藏语言特点，创制了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并编写出30颂和因式论等文法理论。藏文合乎拼音文字体系所有特点，就是使用一套字母，每个字母具有各自的读音，不同字母可以组成各式各样的字和词。凡是懂30个辅音字母，还有4个元音符号的人，一般就能读出来，具有好学、好认、好记、好写等特点。藏文的字形结构是以一个字母为核心，这个核心字母叫基字。本次课程主要讲的内容是以基字为主的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以及相互之间的拼读法。13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藏文共经历了3次改革，经3次改革，整理规范了文学书写和语法，并统一了用词用语，使藏文具有完备的文法理论、发达的造句功能、丰富的修辞手法。藏文书写自左向右写，字体分有头字、无头字，根据字体的不同形式而得名。有头字相当于楷书，常用于印刷、雕刻、正规文书等；无头字相当于行书，主要用于手写。藏语有3大方言，藏语的使用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部分地区。藏语有较大的方言差别，主要划分为3大方言。卫藏方言的话，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大部分地方；康巴方言的话，分布在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云南、德庆、青海玉树等地方；安多方言的话，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等地区。那么3个方言之间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一定的差别，但以语音差别为主。本次课程主要以卫藏方言为主，也就是拉萨话为主。那么通过本次课程，我们将要学习藏文的最基础的部分，希望各位同学在学习中能够认真的听读，祝大家学习愉快。